咱继续来看，即届的双十大典嘛是有真丰富的表演，有视障人声乐团来演唱经典的歌曲，嘛有来自越南、印尼等各个台湾新住民带来多元风格舞蹈。另外，花莲的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嘛是来表演着这原住民的传统歌舞，希望大家当看到这花莲并无互地动拍败。 伫双十典礼的国庆礼展，视障合唱团黑米视障人声乐团以阿卡贝拉唱出经典台语歌《向前行》。佫由20多个新住民组成的台湾舞团，穿越南传统服装，跳结合越南、台湾风格的舞蹈。 台湾跟东南亚的文化伫双十典礼结合做伙。中文或是台语，有的人会听不懂，那我们会慢慢地从里面的沟通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舞蹈出身。 啊，所以就是说，在练习的时候，其实会非常的吃力。不管是台湾人，还是新住民，其实只要你是爱台湾这个土地人，咱拢是台湾人，新台湾人。所以呢，阮一个口号就是叫做团结新住民，台湾向前行。 穿原住民族传统服装唱歌调，来自花莲的文化团体以嘉年古花莲客风做主题，展现点花莲生活的6个原住民族传统文化。也希望伫4月初3大地动，风灾顶顶在前了后，透过表演，民众通重新想起当部的水。透过我们的歌声，透过我们的舞蹈，透过我们整个乐舞文化的呈现，可以唤起大家对花莲土地的记忆。原住民、新住民侪族群拢伫台湾这片土地生活。双十典礼以各族群传统文化为基地，结合创新元素，透过伫国家舞台表演，展现台湾族群多样甲包容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